要的是真正的领袖。运动，今天。 对，他就是手主宰手。好，走。就是狗。喂。真的狗的。对啊，他可以这样，我觉得也可以。没有，他不会自己来拦的。迄讲拳击要这样，哎，无爱打嘞。俺们不打的。俺们黑。还有那个。那跟他们对戏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其实也在偷他们的东西啊。林鹏，完了啦！不要这样，茫然的脸。不会喝酒不要，会喝的人就一直喝一直喝，不会喝的好不要喝，喝了还要来这边搞什么？一哭二闹三哭三找彤姐。因为他们的反应是非常的新鲜的，他们在表演的时候的那个新鲜感、灵活感，以及有一些可能他们自己都没有注意，那是已经完全进入角色之后有的那个反应，我觉得那个是很棒的瞬间呐。回吧，那个不错哦。我在韩国打职业队打7年多，然后我退休3年多了。然后3年就没有打什么球，因为要来台湾拍戏，所以我就是很紧张，然后就是自己练球，跟我的队友他们。小三个好记，我爱吃果子诶。电流三黑毛。好。谢谢，辛苦了。我在旁边也会偷偷的学习，说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去表演。我想要从他们身上去拿到更多我可能已经忘记了的一些生而为人的本能啊。不要动了！不是，我终于公开了啦。陈玉群，也够高咧，也两创，就会踩球用控球，你动枪黑冇？对条刀迷都去给他打。擂台，哇！漂亮的快攻球进犯规 and one。